精神病院里，独眼老头戴上了象征无上力量的项链，随着项链金光一闪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爽，双眼翻白，差点就要领了盒饭。但一切过后，老头竟站了起来。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首奥丁重出江湖。Please sit down, Wolfgang. You need to get Magne. 黑妹看到奥丁脖子上的项链，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在做梦，于是便按照他的命令去找雷神索尔。而此时的索尔正在观看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表演新学的魔术。洛基将螺丝刀从手掌中慢慢拔出，惊奇的是，手掌上的伤口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中自愈。可索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知道洛基唤醒了巨人族的血脉，这也意味着弟弟今后将会站到他的对立面。不过洛基声称表面上和他们相认，其实自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。随后他拿出威达家古宅的钥匙向其证明。有了洛基的带路，索尔很快就看到威达家客厅的熊熊火焰。现在他只需将锤子放到永恒之火上锤炼，就能得到自己的专属神器雷神锤。可都该到了撒孜然辣椒面的程度，雷神锤也没有练成。而不巧的是，威达竟突然返回家中。慌乱中，索尔立刻躲到了柱子后面，但却忘了装有锤子的书包。等威达看到仍有余温的锤子时，就马上明白了发生的一切。自己和人类的私生子竟帮助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炼化武器，反过来再诛杀他自己亲爹的狗命。威达自知他没有1打2的把握，只能先放他们离开。脱离种族的洛基被哥哥索尔带到奥丁这里拜码头，可奥丁认为他有一半巨人族的血脉，并不值得信任，便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团队。走出医院的病房，洛基看到护士站里奥丁采集的血样，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：如果强行将奥丁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体内，说不定可以获取更强大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鱼图工业严重污染小镇水源被曝光。作为鱼图的老板，威达的出行也遭到游行者的阻拦。而洛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向父亲表忠心，从而证明自己已经迷途知返，并渴望回到父亲的怀抱。大战在即，威达也暂时没有和他计较，只是在不断的给他换，声称巨人族可以永生。为了不让周围的常人察觉，每当他们到达一定的年龄，他们就会以自然死亡的假象离开，然后变换年轻的身体再次回来。这也暗示洛基家族的产业迟早都会是你的。可索尔的出现却将这个交接的程序给提前了。他看到威达手拿诸神的上古神器，便认为对方要谋害自己的弟弟，结果两人二话没说就打在了一起。经过上一次失败的对决后，索尔一直在为再次对抗做准备，如今他已经能和威达打得有来有回。但威达不讲武德，拿起了武器攻击对方。情急中，索尔惊人的爆发力将威达硬生生地按在他自己的斧子上，转眼间威达就开始干枯，最后变成了一堆飞灰。事后洛基指责索尔说，威达只是在教育自己，教自己如何做好一个神，并没有要害他的意思。自此以后，洛基和索尔的亲情出现了破裂，这也是索尔第一次感到神力带来的烦恼。于是在威达的葬礼上，索尔为自己的鲁莽而向上天忏悔。似乎是上天听到了他的诉求，突然降下雷电，刚好劈在他们所在的教堂。其实威达的正牌儿子也赶到了现场，但他却没有现身。他觉得是之前自己叛逆的离家出走，才导致索尔和洛基有机会杀了父亲。带着愤怒，他取出父亲坟头上的上古神器，这也代表正式的开始宣战。自从索尔在教堂瞎许愿后，他竟真的变回了普通人，又成了那个患有读写障碍的马格纳。